我是大高台语开讲社的囡仔国的组头派情，嘛是今仔日的主持人，欢迎大家来参加今仔日的讲座。首先爱对美国的朋友讲一下歹势吼，因为恁足早起来啊，歹势，因为时间嘛较晚，阮才可能会拄久啦，尤其是我，再甲恁先回一个失礼，歹势。我是对旧年3月份开始学台文，今年的6月份开始接囡仔国的工课。我本身是一个学生，我伫咧高师大咧读硕士。目前我的工课是伫咧国小的资源教师，另外阁有做王玉德先生书店的数位化的工课。我阁咧做台语的家教。自我绍介的部分，我就先绍介到遮吼。阮打狗台语开讲社是一阵伫咧打狗关心母语的友志，伫咧2016年成立的自主性的社团。目前阮社团逐个月拢有固定举办5场以上的全台语的活动，包括台语讲座、台文读册会、台语开讲会、佮母语家庭野餐会，佮来听台语囡仔歌、台语培训课程等等。我是负责囡仔歌的部分。今仔日主要要针对阮社团囡仔国的部分向大家介绍。等下阮的内容有包括阮囡仔国是安怎成立的，讲台语囡仔国有啥物所在，有啥物美感，要安怎做线顶的广告。另外，阁有华语讲师，伊要转换做台语讲师的时阵，伊会遇到啥物款的问题。阁有新来社员，因对加入阮囡仔国有啥物想法的分享吼。当然，阮伫咧即个讲座内底嘛会放一段线顶的广告的影片，互大家欣赏。假使讲恁若有啥物问题，也是有啥物款的想法，拢欢迎大家伫咧最后的时阵甲阮做交流。好，一开始我先邀请阮的指导老师金花老师来绍介阮囡仔国的起源，欢迎金花老师。范婷麻烦导影片，多谢。好，大家好，嘿，我是金花，嘿，伫即个时阵，甲大家安尼见面吼，足欢喜的吼。互我10分钟，我用一寡影片吼来讲我即个心情，甲今仔日会当有即个场面安尼遮侪人参与吼，实在是足欢喜的吼。我号做金花，当然即个理念就是无爱互囡仔输一个起跑点啦，所以拢为囡仔即个部分真重视吼。希望咱就是甲咱的声音写出来吼，来过来，吼。后一张，咱即马遮的囡仔故遮的成长吼，其实就是提升吼，叫做多元故事角啦。因为遮就是甲一个美国的一个算伊要讲英语的故事啦，招咱做伙去，所以叫做多元故事角。后来有一寡代志发生，咱就会改一个名，叫做台语囡仔故吼。一开始吼，为无到有呢，就是真正是后壁咱用迄个相片来甲大家介绍吼。第一届所负责的是我啦吼，就是为做新图书馆开始讲，落尾换票华，嘿，过来票华去读册了，搁换我，即马目前交到派前吼，即马当时强滚吼，来过来，后一张，影片爱放较紧者了来。感谢我的老师吼，伊就张医生看教，就是咱大陆会吼，是我最大的瓦课安尼吼，过来，速度爱较紧者吼。好，过来要感谢就是蒋伟文教授吼，因为两个蒋老师拢是我的老师啦吼，就是老师嘛是一路甲咱即个囡仔个的组成拢有关系。蒋老师家己的囡仔嘛真细汉，嘛是伫囡仔个遮一直甲咱陪伴安尼吼，来较紧的动作。大陆会吼，就是咱的碗课，好，后一张。因为遮就是讲虽然我就是已经用即个罗马字协会，诚做我的职业啦吼，所以我会出用即个协会安尼。好，后一张。过来吼，就是出册啦吼，遮拢是一个过程，连续来继续。好，搁落去张，过来即个囡仔讲吼，就是咱即个大陆会甲成功大学的台湾语文测验中心啦，因为咱读这册内后壁吼，就是有需要吼成立即个
一个台语认证的通过了，咱较有迄个实力啦，所以咱要讲囡仔顾遮拢是吼。来后一张速度爱较紧哦。好，各位，遮拢是学生的作品吼，甲咱斗做安尼，会当有一寡宣传哦。继续，各位，好，这嘛是一个作品啦吼。好，请继续。啊，过来遮以下吼，咱就要讲的是，就是讲人安怎形成呢？人是安怎来呢？讲过即摆遮的人安怎？其实咱会当看到遮内底吼，有真济就是对一开始就甲咱做伙学的吼，参像即阵咱看即摆现任秘书长吼，就是叶心老师安尼吼。啊，这课程甲一寡人为每一节课内底，每一期的课程内底有一寡。优秀的人出现，安尼，咱就甲伊叫我来吼。以上遮拢是咱开过课程。你敢知影人要有人是为倒遐来？为无熟悉遐人，咱开课程甲伊招来安尼啊吼。好，啊，遮拢就是安尼，来一张一张安尼放袂使吼。甲大家介绍好，这拢是遮好，遮停一下哦，内底一张停一下，顶一张停一下吼，搁起哩，搁起哩，搁起哩。嘿，咱就看到何教授吼，嘿，啊，搁有一寡甲咱拍拼过人，总是一路安尼来啦吼。好，搁继续，嘿，过来遮看到张医生吼，好，啊，过来遮小停一下吼，嘿，像讲这内底，拢是遮来参加，这是高师大的课程的啦吼。好，过来，过落去，好，这班人足济吼，来顶悬迄张。人足济吼，就是即咱去做师资的培训啦吼，嘿，台湾学遐个，好，过来，好，以上吼，啊像一张一张互大家看一下，讲咱开真济课程，咱甲无熟悉的人按即个所在安尼出现，吼，啊，所以佫有参加台语认证了，啊，师资培训，啊，台湾学，啊，台湾历史，好，啊，即张先停一下，你看台湾咱的打教台语开讲社吼。来顶一张，顶一张，看到文静迄张，我特别爱介绍即张吼，有文静即张，就是因为咱开始有打到台语开讲社吼，真正足欢喜。咱伫第一社待真侪年了，才有即个，这是开始布院啦，囡仔个开始为遮布院，足侪人开始学台语了，有诶去做台语老师，啊，有诶呢，咱就留落来培训，就是为遮开始吼，嘿，啊嘛共即年吼，咱有伫即个。左新图书馆来接迄个囡仔讲吼，所以拢共一年吼，来安尼下面看，这是咱第一任的迄个打到台语社开讲的开讲社的社长吼。啊，即张就是咱迄个囡仔个咧培训啦吼，咱开始有一寡机会来做即个囡仔个的培训，因为去左新图书馆开始广告的时阵，就开始感觉无够遐个材料啦吼，遐个来源真少安尼嘿。好啊，即咱就是伫第一社区大学开始有看到恁较熟悉的人吼，下面伫遮，嘿，啊，迄阵咱嘛是拢伫做一寡台语电视台遮，各方面拢伫进行了对啦吼，大家就是种专业安尼伫参与，好，搁落去，请落搁一张吼，啊，遮有看到地点吼，啊，甲咱这台语的师资的培训吼，这就是讲。后壁的人愈来愈知影安怎做啦吼，咱会当用安尼来甲较侪人培训做台语老师，啊了后咱有台湾学吼，我诚珍惜每一节课，每一个人吼，啊到尾啊咱即个囡仔个吼，都有一寡成果吼，嘿，了后阮为做新图书馆转来迄个幼儿中心啦，啊所以即个顶一张吼，就是来你搁去你顶悬迄张。即种就是咱伫幼儿中心，咱囡仔讲吼，啊有用一个记者会安尼吼，所以就大家做伙伫遮开会安尼吼，好，搁落去，好，嘿，啊，遮就是接续遮个课程讲起来吼，好，暂停，遮个课程吼，就是继续进行中，进前有开遐尼济课啊，但是到遮咱是搁继续开吼，所以咱就看到。
咱即马要照囡仔教的吼，即马伫照囡仔教的派情伫遮吼。其实咱用遮的开做者时间啦，嘛吼真侪人会当做伙来学习吼。即个舞台一直都是第一线爱去开，即马第一线爱去广告吼。来，请下骹过来，好，过来，即拢是开课的吼。好，你看这遮细汉的囡仔，咱都嘛是开始安尼吼。好，看顶一张，过来迄张。过来迄张囡仔讲，苏老师，即个开始做新图书馆咧广告的时阵一开始咱无人，所以拢请较资深的老师来做伙讲。第一届咱是，就是一寡，我会记得迄天是3月15吼，3月15迄款，就第一节是美术老师啦吼，了后呢，一寡较资深的老师，像我音乐老师啦，过来下一张，搁下一张。日英老师，迄阵嘛无啥物足济台语的讲本好讲啦，所以就是用家己编的故事吼，这是日英老师编的《爱困神》，无题材，无啥物台语故事，都要搁去改写安尼啦吼，所以这是伊家己想出来的故事。好来，搁后一张，这就是伫广告这嘛是因为。无故事了，就请素丁老师画吼，所以伊到尾就是嘛，甲我的迄个红菇粿揣姊妹嘛画出来安尼拢为遮开始的啦吼。好来甲遮煞下面，过落去这是热心，迄阵用迄落葡萄揣葡萄爱佚佗迄种现有的就是摕来讲啦，大有揣真正，迄是迄阵例文安尼讲的吼。好，过落。咱因为迄当时就是写停伫顶悬迄张一个，即个咱逐个看，即个就是叫做 Alan 吼。咱会有即个囡仔讲，其实是伊去甲蒋伟文教授讲咱台语来讲囡仔故安尼。拄好因伫做新开始，是伫讲英语的故事，甲我招台语落去讲。所以伊号做台湾故事家的原因，是因为要台湾伊。就咱台语会做伙去讲安尼吼，迄阵开始，阮逐礼拜六拢爱伫遐准时，就是拜六下晡安尼去讲。讲到落尾呢，伊煞无意中，伊煞过身去吼，就是真，伊就是离开咱吼。所以其实开始有这个囡仔故事，因为这个美国人，因为迄当时一开始，阮要去故事，要去讲故事吼，要去图书馆。逐个拢对台语无兴趣就对啦，拢无法度。所以到伊来甲阮招的时候，阮安尼顺为遮开始讲半档吼。所以即个人虽然是离开，毋过讲起囡仔讲吼，嘛是爱讲着即个人啦吼。因就是安尼甲台语安尼用即个图书馆即个形式入来遮讲安尼吼。好，来请后一张。好，咱看遮后壁拢有即个。台湾语文测验中心甲大陆会，迄阵就是即两个单位拢甲咱支持吼，咱有一寡基金啦吼，甲咱支持安尼，所以广告的老师拢有小可一寡迄落车马费安尼啦吼。你看到佩华老师，拢入来遮讲安尼。好，过来，后一张，即拢是当时伫遐广告的现场吼，咱拢有留相片。因为原底因迄个 FB 就因为要纪念即个老师吼，所以就无用咱就改名号做来听台语囡仔故安尼吼。过来下一张，遮你有看到吼，这是当时现场吼，老师伫广告，所以老师真厉害啦吼，伊伫做短时间就用来佚佗迄个绘本吼，伊家己咧讲，落尾有出版吼。亲像这位老师李文，伊嘛开始家己落去编故事，家己写一本即个猫咪爱读册安尼吼，所以真正大家拢做认真的啦吼。好，安尼下一张。李文老师因为伊有囡仔顾遮的基础了，佮台语的基础尾嘛行上舞台啦吼，所以后壁遮拢是伊搁再演变出来一寡好的所在。好，过来后一张。其实吼，阮迄阵伫讲即囡仔讲吼，拢爱现场去招人啦，毋是遐尼好讲人囡仔伫遐，
所以一路行来吼，这囡仔个并无足顺遂的吼。啊，无人就爱家己去图书馆内底招人啦。啊，这老师无台语讲嘛，变甲爱去甲华语话本摕来做修改安尼啦吼。所以这是当时遐有伫讲过的，阮就直直安尼排，逐个月安尼排，拜六就去，拜六啊，大家拢做准时安尼做伙来安尼啦吼。好，后一张。好，遮个落。好，到尾安尼有较好啊吼。来，听伫这几张吼，遮就是咱开始到后壁遮已经有出台语的话本出来啊吼，咱就会当用台语的话本落去讲吼。啊，咱嘛有去其他的所在，像阮这是伫南国山图书馆吼，嘿，啊休假的时阵来讲的吼。好，来后一张，后一张，后一张，诶，好。下面遮八本吼，就是咱有出版的吼，就是开始有用台语落去写的迄个话本出现，所以就是较生分较毋捌伫讲台语个人，伊有话本通安尼讲吼，加较顺序啦吼。所以即个发展嘛到遮嘛，感觉大家吼加足满意啊安尼吼，就是已经有比以前较好啊吼。啊，着遮找话本只有蒋教授出的，来啊，搁后一张。嘿，请你安尼用过吼，啊，这就是碧华一开始就拢有参与的嘛吼，啊，伊就甲伊讲的故事就出册出来啊吼，来个后一张，嘿，这是虾米出的吼，好，来个后一张，这就是锁丁吼，来佚佗，伊当时甲阮画迄落爱困神啊吼，啊甲红玫瑰找姊妹，拢是伊伫咧足短时间画出来，啊落尾伊家己嘛变做。嘛是变做作者吼，甲伊诶画本嘛画出来安尼吼，嘿，好，来个后一张，好，这就是蒋教授出诶册，过来，蒋教授诶囡仔啦吼，伊诶迄个阿武出诶，好，啊，这是红玫瑰找姊妹，这是我出版诶吼，好，请后一张，这个嘛是台语诶迄个，算讲教台语诶教材啦，啊，毋过用囡仔教诶形式安尼来讲吼，好，来后一张。好，这一本一本拢是安尼为着家己囡仔顾安尼出来吼，啊，这嘛爱足感谢咱嘛有迄落得着迄个李光桥遐个吼，因家出版的安尼吼。好，来后一张。我感觉讲这囡仔个发展到尾啊吼，会有出册啊，啊嘛较有机会啦吼，所以就受邀请吼，像这就是文化中心邀请咱吼，已经连续3档啊吼，我这是第2档，进前一档是邀请碧华，啊第2档邀请我，啊今年就是邀请派静因吼嘛，拄啊前几日啊早去讲过尔吼，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逐个机会渐渐有啦，拍拼嘛有小可有成果安尼吼。好，来后一张。好，这拢是啦，有这个机会了吼，啊，逐个出现见光的机会安尼。好，后一张。好，即嘛会使吼。嘉明老师就是互逐个看着安尼吼。好，其实咱有参与来下面迄张吼。咱爱做并无孤单啦，咱有看到讲，你看李光桥一路行来嘛，遐尼久的时间啦吼。啊，逐个咱这新的较新的囡仔个的单位嘛拢会当安尼做伙相敬啦吼。所以这就是逐个做伙行安尼啦。好，后一张，过来后一张。好，请感谢陈凤静老师，虽然离开咱啊，毋过伫咱囡仔顾培训的期间，伊有帮助咱真济安尼。好，过来。好，啊，跳落去。好，因为囡仔细汉真重要啦吼，所以伫咧伊的较少岁的时阵吼，较细汉的时阵，若开始就听囡仔讲，听台语，安尼伊的脑其实伊的发展对语文的发展嘛是真好啦吼。好，过来，后一张，好，后一张，好。嘿，这嘛是咱着有去教会公报社吼，去遐发表，正式去发表，啊，甲开始伫迄个幼儿中心吼，就是用即个咱出版的册来开始广告安尼吼。好，后一张。
我想后壁吼，咱有诚济所在开始有甲咱邀请啦，咱嘛加较有机会吼，即后壁咱都吼派种遐再搁继续来讲吼，来，请后一张。嘿，我要讲的意思其实就是吼，来，请安尼念落去吼。咱遮个团队继续伫咧拍拼吼，咱伫做的遮个代志吼，其实都是进行式啦吼。咱头前用足侪时间伫第一线招人。后壁嘛开诚侪时间，搁再继续遮为本吼。我希望讲后壁即世代有小可伫变换啦吼。咱上后壁遮就是会看到讲较科技的方式吼。所以囡仔顾即个形成吼，毋是一工两工啦，都是逐个爱用心吼，开真侪时间，咱才有法度行到即个所在吼。我想后壁遮接线吼，在较少年辈啦吼。因有较新的即个方式，较新的管道，我希望讲遮后届就是会当愈来愈车赢安尼啦吼。所以后壁吼，我一页一页，其实我拢有真侪感想啦吼。今仔日遮就是用安尼简单的方式来讲，即个为有到无吼，有真远的路已经安尼行过啊啦吼。到遮，咱第二任的即个打到台语开讲社的社长吼，就是嘉明吼，咱逐个叫伊夏米。又用一个较新的手法，亲像这台湾博览会即个啦吼，我就感觉规个有改变，嘛真欢喜。安尼开始吼，有真济，就是愿意来接手的吼，亲像即马派成安尼接，甲囡仔顾安尼用甲足好吼，我真正感觉足欢喜的啦吼。即个博览会了后壁的世面吼，规个无共款啦吼。我嘛是要讲一个做欢喜啊，做满意安尼啦。当然路爱搁行，逐个搁拄着什物款的代志，拢是爱搁有勇气来面对安尼。毋茫台语吼，伫囡仔国遮开始吼，会当甲咱的迄个幼囡仔，甲咱未来咱的语言吼，会当互这细汉的囡仔为听过，就会当有对母语的感情会当较深安尼吼。好，以上我就是讲一下即个过去啦吼，搁来。正伫个发展当中诶，也是讲未来要搁安怎行吼，咱后壁有其他老师吼会当来分享安尼吼，我就讲到遮好，多谢各位。好，多谢金华老师。说得开，咱要邀请咱的第一批的囡仔个讲师代表吼，就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。不但伫个学台文了后，佮摕到即个硕士的学位，广告吼，广告迄种邀请世界去演讲啦。毋若上电视，佮拍影片，毋若出册，佮飞天转地。无啦，即个飞天转地是无啦吼。生着细粒子，目睭大大蕊，无比我较黑，煞叫乌肉老师啦。咱来听看觅，到底是要安怎才会当像伊遮尔啊厉害？咱欢迎乌肉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乌肉，我是碧华。要伫咧遐尼济前摆面头前分享，老实讲我真紧张啦，因为我逐个讲的对象拢是囡仔，我今仔只好甲逐个嘛当做囡仔安尼。我想逐个毋知影我生做圆仔扁，所以头一张相片先互逐个看觅啊，讲我伫咧参加台文博览会有一张讲座，坐伫头前穿乌衫，目乌乌啊，即个就是我。今仔要甲逐个讲的是我甲囡仔顾的缘分，来后一张。好，我分做两个部分，第一个当然是我甲囡仔顾，第二个若是时间有够，我会分享讲即几年来讲台语顾的一寡美感。后一张。好，来一开始当然是为做新图书馆遐开始讲啦吼。我大概有拄了几个情形，我小可分享者，一个就是讲，其实我自伫咧讲囡仔顾拢是讲华语，讲真济年拢是伫咧国小讲。后来金华老师就讲。拢无啥物人会当来讲，你敢会当来讲看觅吼？我想讲好啊，无就已经开始学台语啊，无就来讲看觅。讲一开始我认为讲台语个应该无介困难，要讲的时才发现讲其实问题真大啦吼。就是一寡平常讲话拢无啥物问题，毋过故事册一显落啥，敢若变做下教。当然迄当咱想讲。咱毋是干那要互囡仔听甲讲尔，咱嘛爱互现场的大人囡仔知影讲台语是有文字的，所以迄个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讲，阮拢会做 PPT，PPT 面顶是用白话字，事实迄个时阵我才当学，所以无啥会晓，真感谢金华老师，迄个时阵我就是拢甲所有的我要讲的
故事册绘本，拢甲伊扫描起来，然后土办法，甲遐个字伊的迄个华语的字拢甲砍掉，然后甲伊换做白话字。啊，这个每一本个拜托金华老师替我顺过，所以伊真正是真辛苦。啊，其实讲台语讲毋比华语讲啦，华语讲你老实讲，你只要凊彩讲的吼，大家拢听甲安尼头起起。毋过台语一个上重要就是讲听有的人无济，所以就想讲要安怎互伊较有趣味性，啊囡仔坐会调。啊，大人嘛感觉袂歹，所以我迄当就做一个故事帮。即马伫个迄倒画面倒手边有看一个迄个水青色的迄个故事帮，我迄是用不织布做的。我的每一个故事吼，我拢会做一个故事帮。啊，利用这个故事帮，因为这就是你会当甲旗仔挽落来，比如讲像这是一张旗仔，旗仔会当挽落来，叶仔会当摕落来，啊，嘛会当去插树花。啊，所以伫个故事进行当中，就用这种方法甲囡仔做互动，啊，互囡仔增加伊的趣味性。来，后一张。好，啊，阮伫个遐其实讲差不多半钟以后，就金华老师有伫讲，咱是毋是爱个开一寡新的点？所以迄当就四个大家主动去找点，因为讲你若干若伫个一个所在讲吼，干若永远拢遮人听着，咱要吹哨，就干若遮个人尔，所以咱应该爱去找个愈侪所在。所以迄个时阵，阮就开始去甲真侪伫个台湾，差不多各地拢共款，就是拢有一寡是政府伊主办的，啊，毋过即马大部分拢是公办民营，就是6岁以下囡仔，互伊免费去遐佚佗，啊，所以阮就去遐甲伊讲，甲因合作，啊。上上济是1个月吼，爱走3个所在，所以差不多逐礼拜每一个工序拢伫咧广告迄种感觉啦吼。啊，伫遐其实有拄着较大的挑战，就是讲，即个伫咧图书馆的时阵吼，其实囡仔拢较大汉，啊，毋过你到即个幼儿资源中心，伊是6岁以下，啊，甚至阁有一寡是咧涂骹白，无啥会晓讲话，也是拢讲单词的囡仔，所以伫遮吼。当然，互动的物件就爱愈侪，所以像大家有看到我遮有无？我伫咧广告的时阵，即场我印象足深的，迄天上大雨，啊，佮约记者要来采访，结果去到遐的时阵，幼儿资源中心的人甲我讲，今仔日无投影机，今仔日无 notebook， 拢无。老师，你敢会当安尼讲？因为因办另外一个活动，就甲物件所有的资源拢刷过去，啊，大家听我遮会知影讲。迄个时阵，其实人佫足无重视咱囡仔教的，因为非得你凊彩就好啊。毋过我感觉讲，咱做台语的人，就是讲，袂当人看咱无，咱家己就看咱无。所以迄天我嘛是共款讲好，袂要紧，我就甲伊讲袂要紧，我照讲。因为伊有去到遐甲讲，你敢要取消？我甲伊讲，敢有囡仔来？伊讲伊嘛毋知影，啊来入去，其实有一寡真正有听过故事的人，因嘛是拢准时出现。虽然上大雨，因佫出现，所以我看了因，我嘛是真感动。所以迄天就是讲用这个，加在有做这个故事帮啦，因为我嘛拢无早册嘛，想讲非得有做 PPT 啊，就无早册，啊，就是用故事帮，哪讲哪甲囡仔互动安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因为囡仔细汉，所以迄个语句拢爱变得足简单的。啊，囡仔出来的时阵嘛是会叫伊爱讲话，比如讲像即个囡仔出来，爱就是伊爱讲伊要掠即只鸟啊是。白灵丝，爱掠起来了，伊就甲我讲这是白灵丝，啊，然后伊就去选一个位甲伊搭起，安尼，甲伊互动，安尼囡仔坐较会调。好，来第二个，后一张，好，啊，囡仔个讲头拄啊，我看金华老师遐有写嘛，2016年一直到2019年，我大概拢逐个月拢伫咧讲啦，就是无共个所在伫咧讲。啊，讲后来就是有一个机会，拄好是阮即马台联会秘书长叶心，伊就招我讲，有一间公司吼，伊想要做台语的囡仔歌，啊，咱来甲伊合作，啊，所以拄好有即个机会。迄个时阵第一届做的专案是，即马看到即个 PPT 第一张换的部分，看到一个阿嬷的彩色料理遮，因写12本的囡仔歌，全部拢是华语的，啊，阮两个就是先甲伊翻译做台文。啊，做好了，因就讲啊，因毋是干那看尔嘛，你互听声，因为足侪人看台文的字，佮看无，所以迄当伊伫咧找录音的人啊，啊拄好，因为每一本我拢有先替因录音，互因听讲，即内底安尼台语是要安怎讲，啊，伊就感觉讲，安尼会使哩，所以后来我就过去甲即12本拢录音，
12本内底，我会记得敢若是有4本是免费的，所以大家若是有兴趣，会当先去掠即个 APP， 有4本免费通看。这最主要拢是生活的用语，我感觉袂歹。过来就是，我就甲因讲，我有请一个文化部的计划是出绘本的，恁敢要去找看觅啊？讲文化部敢有啥物其他的会当有一寡资源通用，所以第2档的时阵，因就请一个吼，就是做即个中即张有无一个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，拢总做13集，嘛是共款，就是我甲叶心去做因的台语顾问，另外佫加做2项物件，一项就是讲看完放假了后，会有一个台语教室，甲即出放假相关的一寡语词，佫摕出来留，佫甲大家解说安尼，有较好的功能啦。刷了下骹佫做一个，即嘛是一个 APP， 台学台语，甲50几种伫咧台湾食会着的遮的点心，拢做幼味菜的形式，互囡仔去留遮的物件。好，即嘛今年阮做第3年啊，今年佫做的是或者台湾味的料理进化队，目前当咧做啦。翻译迄个部分配音拢已经完成啊，应该是明年3月份以后，大家就会当看到新的作品。好，来后一张。好，最后就是拄仔老师讲的安尼嘛吼，就是你囡仔顾啊做啊册啊出来足侪拢有啊了后，就开始吼有一寡单位就来邀请做工作，比如讲伫个阮打到遮就是有图书馆。甚至上远我是走去台东大学，就是兼老师遐，拄好有机会，我嘛去甲大学生去讲一寡绘本相关囡仔顾的一寡事工。过来就是像中华的本土语的辅导团，嘛找我去遐做3工的迄个做绘本。过来就是开始写计划开课，这开课是开啥？当然嘛是甲囡仔顾有关系，比如讲要怎做绘本，要怎做一寡你伫个广告用到的道具。然后要怎训练要怎讲囡仔顾安尼，过来就是感觉讲安尼台语敢若会当做遮个代志，应该毋难嘛吼，所以后来我就佫开始讲好，佫开一个会当毋难广告，佫去带行单台语的行单，伫个社台开安尼好，然后后来就开始因为囡仔顾你会接触到足侪家庭，所以就鼓励成立一个打到台语的一个亲子共学的共学团。好，刷来。来后一张，好，来，我想时间无济，我讲较紧的吼。这就是我这几年来，我感觉我家己经历的广告的美感啦，甲别人无一定有共款。毋过我这是我家己的经验啦吼。我认为伫咧开场的时阵是上重要的，尤其咱若是到一个新的点吼，打起老实讲，无啥物人来听，有当啊可能是一个家庭、2个家庭尔。你要安怎甲伫咧外口算遐个人吸引入来，这个开场真正足重要的。所以一般我会用一个较老个的开场，比如讲有唱歌、有跳舞，我家己就用一个我乌巴的主题曲，一去就搁唱搁跳。只要有来听过对无？比如讲来听过1、2摆的人，伊拢知影我会做即件代志。囡仔大人拢会甲我斗阵做，所以我有一个固定的开场的仪式。安尼就是一开始迄个气氛就会炒起来。过来就是讲，眼神真重要啦。就是咱莫一直去看咱的 PPT， 咱对咱的故事要讲的物件，你拢爱已经注熟藏伫咧头壳内底啊。你袂当就是讲你的目睭拢一直咧看你的 PPT， 你爱看你的观众，就是囡仔也是大人，互伊感觉讲，伊一直咧对我讲伊就是咧对我讲尔，因有迄个感受，伊就较会自信。过来是手势，其实嘛真重要，因为拄有讲过嘛，台语现主时的情形是真侪人要听无啥有，所以你若有一寡手势来帮助，其实嘛真好。过来是声情，我知影讲像，比如讲伫咧华语的时阵，有真侪老师强调讲，你就是爱照绘本去讲，一字一字好好啊念，人迄绘本拢写甲足赞的，你拢袂用加一字减一字，安尼无好，对读者无尊重。毋过伫咧台语内底，老实讲，目前咱还无法度安尼做，所以咱就是爱，咱甲迄个故事拢个改编过，然后利用咱的声音去做表演，欢喜啦，你就是爱做欢喜。
悲伤，你就是爱做悲伤，因为爱互现场的囡仔甲家长为你的表情来判断你到底伫咧讲啥。好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咱的口语爱全部设计过，要哪设计就是简单、重复，因为因拢搁伫咧练习，所以一开始，比如讲，若是较细汉的，我就用较短的；啊，若是较大汉就是啊，会当搁增加较长一个。好，来后一张。好，这是我上尾一张啊，吼，就是你爱互你的观众甲你变做师公啊神杯，安怎讲？比如讲，你爱设计对话，吼，设计动作，吼，一开始你可能甲伊讲，哦，我若手伫遐安尼，像鸟啊，你飞的时阵，吼，你著爱讲鸟啊，啊是讲我伫咧飞的时阵，你著爱对我飞，啊，你若大概，比如讲，你伫咧即个故事内底，你设计遮的设计毋好伤济，大概2个3个，啊，囡仔甲家长其实因拢会记掉咧。吼，啊，过来就是会当互囡仔对喙尾来讲，比如讲我印象足深的，我伫咧讲有一个故事，叫做大乖仔找阿母，啊，我内底有设计足济是叫阿母的，后来我只要讲头前，囡仔就开始阿母，哦，啊，规场哦，你会一直听到囡仔伫咧讲阿母，真笑亏啦，啊，嘛真趣味，啊，毋过囡仔上无伊就愿意开喙去讲，啊，过来上尾一个是分块的活动设计。因为阮的囡仔个的设计大概拢是1点钟，对迄6岁以下的囡仔来讲，实在是真长啦。啊，你若是无够趣味性，一直坐遐，其实伊是坐袂牢的。所以一般伫咧讲囡仔个的时阵，阮毋是头甲尾拢伫咧讲，就是中央一定会有活动，后壁嘛会有活动。像我的故事班，我就会互囡仔一直起来，比如讲哦，啥物人要来替我挽旗啊，啊囡仔就举手讲我要来挽旗啊。啊来，就问讲，啊你要挽几粒？囡仔就讲2粒，吼，啊就顺续，甲伊讲1粒、2粒，要哪讲？哦，啊啥物人要来插球啊？就囡仔会举手讲要来插球啊，啊你想要插几支？吼，啊就是安尼一寡分开的活动，啊过来是可能是做手工，啊是最后跳舞、唱歌，啊毋过一定拢是甲即个囡仔个有关系，最主要是要互伊加深伊的印象，对即个绘本的印象，啊过来就是。会去留讲咱头拄仔讲过的物件，啊，甚至一寡白话字的部分嘛会留过。好，我想我简单分享到这，多谢大家。好，真多谢欧巴老师甲咱分享遮尔啊侪美感吼，啊遮尔啊厉害。其实阮阁有真侪真够讲过的老师啦，啊毋过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无法度邀请遐尼侪位的来分享。啊，煞落开我来讲一个我家己的故事。而且名册吼，大家拢有艺名。当然，阮即个广告嘛是拢爱有艺名。啊，头拄仔迄撇华老师，伊是叫做欧巴老师啦。啊，我是王来老师，嘿，王来老师吼，囡仔拢问讲，上哪老师？你叫王来老师？我讲哦，因为台湾的王来确实实在是真好食。结果我和王来老师了后，阮迄个买手来的这新的老师，连伊是捧哥老师啦。啊，佮讲啥物干妈老师拢出来啊，所以阮遮以后咧卖水果，歹势，阮遮是卖水果，大家好，好大家好，我是王来老师。啊，头拄有简单小解过我家己吼，啊，即摆来小解一个我的经历，啊，其实经历短短啊，甲这迄个先拜比拢比袂过啦，啊，就是甲大家讲一个我有做过的工，甲迄个事工。对旧年9月份开始到即摆，我有参与过，包括迄个翻译高富雄剧本，啊，佮有翻译台南考古馆的导览手册，啊，包括阿勇啊，小姐问会听拍，台文3集电子化的志工，我拢有参与过，啊，翻译华语绘本，啊，佮讲解说的。演讲的听拍，啊，最近咧进行的就是王玉德先生书店的电子化。其实我个人是真爱做甲台语有关的代志，会当接触囡仔个，坦白讲，是因为阮金花老师讲我真适合讲故啦，讲我的型足适合甲囡仔接触啊，所以伊就安排我去讲故。好，后一张，这是我第一场讲的故，啊，迄场。坦白讲，是因为阮老师因大家拢爱去台南开会，伊甲我讲，即工找无老师，啊伊个讲吼，你看起来才有囡仔缘，阮金花老师足够学了人诶，所以甲我讲，你看起来才有囡仔缘，所以即场你去讲绝对无问题。我甲讲好，我去讲，啊毋过我无讲过诶经验，
阮老师讲无要紧，歹情你免紧张。我甲你讲，虽然咱即个时阵无迄落讲师的培训的时间，毋过你有啥问题拢甲我问，我家己甲你教。吼，所以我就是伫阮金华老师安尼个人甲我指导，我就先去讲出我第一场。啊，第一场讲了，当然咱就会煞第二场啦。第二场来个后一场，我第二场讲就是就是遮济囡仔，马上对迄囡仔是迄个无够10个，一届就变要100个啊！较早迄阵有2个好朋友去甲我支援，做我的助理，我嘛真欢喜。遮大场其实就是甲囡仔佚佗啦。好，后一场，好这是第三场。第三场是去幼稚园遐讲故。幼稚园讲故其实阮老师有甲我讲。基本上，阮讲故就是先讲一个故事，来甲囡仔互动，尾手个佮甲囡仔跳舞啊。即寡可是莫互囡仔拢直直坐伫遐，这是我学着的。当然这是旧年的年底迄阵讲的，我感觉迄阵拢做生疏啦，所以就有3摆的讲故的经验。一直尾手来，我个嘛是工课遐诚无用，所以我个较少讲故。好，后一场。今年6月份，我较接这组头的工课。这组头的工课，我9月份开始去国小做志愿教师。做志愿教师内底个包括爱讲，一礼拜爱讲两场的迄个幼稚园的课。幼稚园的课，这教材是拢阮爱家己想。所以我就想讲，我嘛是想要用讲故的方式，互因来，互囡仔来学即个台语。你看到这顶悬的 PPT， 其实我毋是一个真厉害的人，所以要做这 PPT， 坦白讲我嘛袂晓。做这 PPT 吼，谁拢会当？伊即本是华语的故事，谁拢会当甲字变无去，拢变做白话字吼。这个是阮有教师培训的时阵，迄个范婷老师甲阮教的。好，后一张。好，讲过倒手边即个嘛是吼，嘛是我甲 PPT 转换，来个会教囡仔跳舞啊。坦白讲，我以早是无咧做即寡代志的。好，到后一张。我个会设计字卡，互囡仔回答问题，互因去，比如讲用讲图仔去讲还是讲游戏安尼，互因去甲这我有家己的语序，搁较加深因的印象。好，后一张。有当时同尾仔的时阵，我嘛有时间，我拢会安排做手作。当然，这拢是甲头拄欧巴老师讲的，拢会甲主题有关系。且囡仔，伊即间学校的囡仔较特别，就是因是有迄2岁的囡仔，毋过就是嘛是互因安尼试用鼓仔啦，安尼念，事先的物件，我拢会先甲因用好势，佮互因安尼哪做，哪会当做一个手物仔扎转去。好，后一张。上尾我拢会希望，我拢会请因的老师甲阮翕一张相，做一个记录啊。因为我感觉，有当时可能咱毋是真会晓做即件代志，毋过咱咧做的时阵，我感觉迄个时阵是真欢喜，我感觉心情真欢喜。甲囡仔做一个纪念，这嘛是替家己成长的过程做一个记录。我嘛真感谢金华老师安尼引带，搁即个社团内底，黑米老师志婷，我感觉真侪先辈，逐个拢真有耐心啦。就是有啥物问题的时阵，甲因请教，因拢真会安尼甲阮答复。真感谢因。好，刷落开，我的小概就到遮吼。刷落开，我要先来互逐个看一个线顶广告的影片。这是后一位讲师范婷拍的影片。疫情开始，实体广告拢停啊。阮合作的单位就问阮讲，会当做线顶的广告。坦白讲，这线顶的广告，我感觉是无遮尔简单啦。加上我有范婷，搁有另外一个圆仔老师，因真厉害，有做线顶的即个影片。咱先来看一下即个影片。即个影片大家反应拢真好吼。像我伫咧学校咧教国小的时阵，我嘛用伊的影片来互囡仔看，囡仔嘛真介意。等下甲咱影片结束过，请范婷老师做伊即个线顶广告到底有倒位爱注意的，会甲来甲咱小解。好，咱欢迎即个影片，多谢。
欢迎大家来收看今仔。对，请问敢有听到声？大哥有听到声？好哦。今日咱线顶的来听台语囡仔讲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收看今仔日咱线顶的来听台语囡仔讲，我是 Q 毛老师，这是我的名，我是打狗台语开讲社的 Q 毛，大家会使叫我 Q 毛老师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毋知影大家敢有介意听台语囡仔讲？若是大家有趣味，阮顶个月嘛是有出一块台语囡仔讲的影片，叫做《三牛阿良》。这本册我个人嘛真介意，大家会当去共这个美中亚顶管，就会当找到这个影片哦。《三牛阿良》，今仔日我要绍介的故事咧，嘛是共款，甲一种动物有关系。大家来看卖咧，这只动物是啥物？无毋对，这是一只鸡仔。鸡啊，册名我甲号做阿毒翠卵，阿毒翠卵。所以今仔日咱就要对阿毒这只鸡啊来去吹卵咯。哇，才有遮尔济粒卵，毋过恁敢知影倒一粒才是阿毒的卵？倒一粒咧？敢是即粒？毋知。我嘛毋知，不要紧，咱做伙来看卖。伊个名叫做阿毒，阿毒，真好哦。阿毒是一只鸡仔，鸡仔，无毋对。恁敢知影阿毒是鸡公，也是鸡母啊？毋知，无要紧，我来教恁要安怎看。好，第一个，请大家来看鸡仔因头壳顶，遮有一块物件叫做鸡冠，鸡冠真好。鸡公的鸡冠会较大，鸡母的鸡冠会较细块。大家来看卖，倒一只是鸡公，倒一只是鸡母，先想看卖哦。刷落来，咱阁会当来看卖。鸡尾水遮的羽毛，鸡公的羽毛会较长、较尖，鸡母的羽毛会较短小块。安尼大家敢知影倒一只是鸡公，倒一只是鸡母啊？无毋对，倒手边即只是鸡公，正手边即只就是鸡母，真好哦，赞！安尼来看卖。阿毒是鸡公也是鸡母？先看鸡冠，搁看羽毛，真好。阿毒是一只鸡母，鸡母，无毋对，真好。安尼咱就开始来看阿毒的故事，伊要去倒位找卵咧？来看卖，哇，遮有一粒卵，咱讲卵。真好，哇！毋过为虾米阿毒看起来感觉足艰苦的款，足艰苦的感觉？恁敢知影？毋知影？安尼我来甲恁讲，因为阿毒即世人敢若生过一粒卵，毋过无鸡仔囝孵出来呢，无鸡仔囝，所以感觉足伤心的。伊足介意囡仔的，毋过伊无囡仔。咱来看哦，伊真爱卵。你看，伊四界去看人的卵，即粒卵敢有足大粒的？有，这敢是阿毒的卵？毋是。哦，安尼即粒的，这较细粒，这敢是阿毒的卵？嘛毋是嘛，对无？诶，即粒敢是阿毒的卵？嘛毋是，因为拄则 Q 猫老师有讲，阿毒即世人敢若生过一粒卵，对无？所以遮的卵
拢毋是伊的，所以感觉淡薄仔伤心。要安怎咧？伊足艰苦诶。想着啊，伊想着啊，即摆来去找看觅咧，去世界来找看觅咧，倒位有人无爱甜诶卵，咱来家捡转来饲好啊，来去找卵。咱讲来找卵，真好，来找卵哦。哇，你看，遮有一只船，所以阿杜即摆要坐船去倒位啊？要看觅咧，敢是去学校？敢是去山顶？敢是去海里？想看觅咧，行！哇，天气真歹，风真透，海洋真大，对无？天气足歹的。伊即摆要来去倒位咧？伊要看觅哦。哇！哦，伊讲去海里找，即摆阿杜要呛水入去海里找哦，找看觅咧，倒位有卵，才敢有卵？敢有？我有看到金仔，我嘛有看到水母，哇！我阁有看到足侪鱼仔呢，才有遮尔侪鱼啊。毋过恁敢有看到卵？我无看到，家都倒找看觅，遮有卵无？哦，伫遮有一粒卵，咱讲卵真好。是安怎即粒卵会伫遮？哦，互等入来海里，有可能哦。伊的阿母无伫遮，对无？安尼阿杜敢会甲伊炸转去？有可能。咱继续来看觅。哦，即摆阿杜来去庄来找，看觅啊，遮个老仔厝遮敢有卵？无啊，即个楼梯遮敢有卵？嘛无。即丛树仔遮敢有卵？无。啊，卵咧？卵咧？毋知。啊，搁继续来找看觅。哇！即马跳起来厝顶遮找好啊，去厝顶遮找。大家找看觅，敢有卵啊？敢有卵？啊！我有看到，遮有几粒？一粒、两粒，无毋对，遮有两粒卵。哈？毋是两粒，安尼几粒？哦，遮阁有啦，阁来算看觅咧，一粒、两粒、三粒、四粒、五粒、六粒，所以遮总共有六粒卵。哦，是安怎遮的卵会伫遮？啊，因的阿母有伫遮无？敢有？敢若无呢，对无？因阿母无伫遮呢。安尼阿杜敢会甲因炸转去？有可能哦，想看觅。咱过来继续找。阿杜为天顶来找呢。你看哦，即个应该是公园。公园遮敢有卵？敢有卵？即摆为天顶看，上远啊看无，有可能有。啊，遮个老仔厝遮咧，敢有可能有卵？嘛有可能对无？等下来去找看觅。哦，遮阁有一只船，即只船遮敢有卵？嘛有可能啊，对无？毋过即摆伤远啊，拢看无。刷落来，啊，都去山顶来找哦。来去山顶，伊阁有一条绳啊，有看到无？来去山顶，恁感觉山顶敢会有卵？啊，卵咧？卵伫倒位？来看觅。即马来到一个崩坑，伊去崩坑里找哦。即个崩坑暗面山鸟，足暗诶，敢若啥物拢看无。我听到一个声，啥物物件咧飞诶声，感觉足恐怖诶。
我搁看到遮，是安怎有遮尔侪目睭啊？这是啥物？哦，因是夜婆，人讲夜婆，来算看觅咧，遮有几只夜婆啊？一只，遮嘛有两只，啊，搁有咧，遮三只，敢搁有四只？诶，即个石头顶，敢若嘛搁有一只呢，五只。啊，你看遮，遮尔济目睭，安尼则是有几只夜婆啊？毋知，无要紧。大家你若有算出来有几只夜婆，会当留话甲 Q 毛老师讲，好无？来看觅，是安怎？顶悬遮搁有一只物件，牵一条线伫身躯顶，这是啥物？敢是夜婆？毋是哦。这人讲蜘蛛，蜘蛛，啊，遮的蜘蛛有几只？敢要算看觅咧？遮一只，搁有无？算看觅。哦，安尼两只，敢是两只尔？无要紧，大家会当搁算看觅咧。感觉这足恐怖诶！哦，莫搁算啊！咱是要来找两个对无？莫搁算蜘蛛甲夜婆啊！来找看觅咧，倒位有两？啊两咧，找看觅。遮敢有两？敢若无？哦，这石头遮敢有两？嘛无。遮咧敢有两？拢无。这磅空内底到底有两无？有哦，来看觅。我找着啊！恁敢有找着？遮有一粒黄色的卵，这是黄色的哦。哦，啊，恁摇看觅，这是啥物动物的卵啊？敢是夜婆的卵？敢是蜘蛛的卵？哦，好，大家会当小想看觅咧，这是啥物动物的卵咧？哦，你看，阿豆佫继续来找卵哦。你看，火烧厝的时阵，伊嘛咧找卵。伊足紧张诶，紧走入去看觅啊，内底敢有人无爱诶卵？伊足爱卵诶，足爱囡仔，所以伊一定爱甲遮诶卵全部拢救出来。风台诶时阵，风遮尔透，伊嘛是共款坚持要出去找卵。啊，落雨诶时阵咧，共款嘛是来找卵对无？连落雪诶时阵，足寒，规身躯拢结冰啊，嘛是坚持要出去找卵。伊问讲：啊，卵咧，卵咧？哦，阿豆伫倒位？阿豆咧？哦，伫遮。阿豆伫遮对无？伊后壁遮个拖足济卵诶，所以即马已经找着足济无共款诶卵。即马要来转去啊哦，要来转去厝，创啥物？看觅咧，即马要开始孵卵，要开始孵啊哦，来看觅咧。哦，恁敢有听着？这是啥物声？听看觅咧，敢是鸡仔囝要孵出来啊？敢是鸡仔？要看觅咧，佫有啥物动物会孵出来？哇！遮尔济无共款的动物，啊，都讲拢是我的囡仔，全部拢是伊的囡仔哦。毋过，大家想看觅咧，遮尔济卵，敢是拢阿杜生？毋是对无？毋过敢是阿杜孵的？对。所以，遮全部的动物拢叫阿杜阿母。无毋对，所以遮全部的动物拢是阿杜的囡仔，人讲囡仔。
哇，真好，来看觅咧。哇，足热热的呢，有啥物款的动物咧？先来看，树仔顶即几只？哇，咱讲鸟啊，鸟啊，无毋对哦。哦，啊，即尾长长，这是啥物啊？哦，这是一尾蛇，蛇。哦，这嘛有一尾蛇呢，是红色的。大家会当搁找看觅咧，搁有啥物无共款的动物？哦，即只有够大只，这是鸬鱼，鸬鱼。会当算看觅咧，这有几只鸬鱼啊？一只、两只，哦，真好哦。哦，再搁有一只龟，再搁有企鹅呢，才有企鹅。哦，才有啊，才有一只鹅，鹅。哇，啊，都有遮尔济囡仔，你感觉啊，都有欢喜无？哦，真欢喜！毋知影大家敢有介意即个故事？我感觉即个故事真有意义嘛，真感动。若是大家有啥物想法，拢欢迎伫影片的留言区甲我留话哦。好，咱搁来复习一下，咱今仔日即个故事有讲到啥物？头一个，即张图，即粒是啥？咱讲卵，卵来找卵的卵。第二个，阿杜是一只鸡啊，鸡啊，无毋对，真好。哇，搁来看觅咧，这敢是鸡啊？毋是对无？咱讲啊，真好啊。啊，即只咧，咱讲粉鸟，袂歹哦。即尾长长，咱讲蛇，袂歹。拄则咱嘛有看到足大只的草仔色的，咱讲这是鸬鱼，真好。尾啊，咱搁来看觅咧，即只生甲足古锥的，伊是企鹅，真好哦。今仔日的故事就讲到这，阿杜找人，我是打狗台语开讲社的 Q 毛老师。若是大家对阮咧做的代志有趣味，拢欢迎去 Facebook 找打狗台语开讲社，就会当找着阮哦。多谢大家，再会。大家好，敢有听到我的声？哦，哦，好，多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范婷。我今仔先来小甲大家分享一个关于迄个山顶囡仔故的部分。啊，头拄仔有看到迄个影片，我内底叫 Q 毛老师。啊，原本我是我改我的名号做范婷，范婷老师。啊，毋过因为阮的派遣，往来老师讲，我即个名伤歹记啊，所以想讲去讲囡仔故的时阵，我的名就叫做 Q 毛老师。啊，我即摆咧做诶工课，就是去讲台语囡仔国啊，搁有伫国校啊、国中教台语，啊嘛有咧导咱台湾教诶物件，搁有卖台湾高雄诶鸡卵糕。啊，因为我真正是英语老师，所以若是迄当阵熟悉我诶，就是拢会叫我 Vicky，所以，对，这就是我即摆咧做诶代志。好，讲到囡仔国咧，我会想到，就是咱是要讲线顶诶，还是讲实体，还是要做简报，还是用话本来讲。搁有刷来，就是要安怎呈现，就是咱要讲的故事，就是我拢会先问家己即几个问题啦。好，即几个我感觉真要紧，就是伫咱讲我去讲囡仔故之前，我拢会先
写落来。嘿，第一个我会想讲是啥物主题，就是咱的 T A 是啥物人，啊是甲即个主题概念有啥物关系？啊，搁刷来就是啥物人要听，是安怎要讲即个故事？对，啊，你若讲就是讲即本故事的时阵，你会想要引带你的听众，还是讲引带遮个囡仔去啥物所在？你会引带因去思考啥物款的问题？这是我的重点。啊，搁刷来就是已经计划，要开始计划的部分，我就会想讲，咱要安怎开始做？对，所以计划来讲对我诚要紧。好，上尾仔项就是可能会拄着啥物款的问题，有啥物款的困难，啊，搁有要安怎解决？嘿，啊，我会感觉这是重点哦。我真仔袂小解，就是我袂详细小解讲我是安怎甲影片啊，是讲安怎去做迄寡手做的物件。我的重点是讲，咱是安怎要做，啊，咱要安怎做，咱要做进前爱有啥物款的想法，啊，搁有一项就是，因为咱定拢甲囡仔讲。爱主动啊，爱做啥物代志，就是爱家己想看觅，爱家己想办法。啊，毋过有时啊，大人颠倒做袂到，所以我会感觉讲，Google 是真正是一个好物啊。即摆有网络，你啥物物件拢袂讲你揣无啦，所以会当先家己试看觅咧。啊，若真正无法度揣无啥物资源，还是讲你袂晓揣，才来揣看觅，敢有啥物人会当甲你斗相共。好，啊，刷来我就会针对我安怎做线顶的囡仔故过程啊，搁有一寡撇步来甲大家分享。啊，就是要安怎开始线顶囡仔故。啊，拄开始我会先来拣画本，啊，像即两本我头拄仔放的迄个影片，就是倒手边即本阿读册两，啊，我拢是拣英语的，因为我之前教英语，所以我有诚侪英语的画本。啊，我会拣画本的时阵会想讲，是安怎爱拣即本？就是计划的部分，就爱先想着，啊，你要教啥物？譬如讲，你内底你要教动物啊，还是讲你要教色水啊，还是你要教啥物货？就是拢爱先开始准备进前，就爱先想好啊。啊，搁刷来是要安怎做？所以即三个问题，就是伫迄个算教案 lesson plan 内底诚要紧的代志，所以就是爱先想好家己要创啥，才开始做，安尼才袂到最后你要做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讲你要行位倒一个方向，家己煞就是愈来愈花人。好，啊，刷来第二步就是翻译的部分。啊，即个是我先分享我翻译的即个册名。啊，有的人翻译伊是照伊的册名，就是直接翻。啊，有一寡是照伊内底的内容。啊，即本我甲伊号做阿斗，因为遮鸡仔想讲鸡仔做迄个动作，我就甲伊号做阿斗。啊，伊咧做的代志吹两，我就直接安尼甲写出来。啊，搁刷来就是做简报，因为即马诚济拢是出去讲，譬如讲去实体的活动，就是有迄种较大场的、较济人的，无可能干那摕一本画本，就是无人看会着。所以通常就是一定爱做 PPT。啊，做用英语画本来做 PPT 的时阵，第一点就是拄则歹前有讲着，爱先甲内底字炸开嘛，啊，搁爱开始想讲你要安怎去甲内底。翻做囡仔较听有，还是讲有一寡你嘛是爱看你迄个听众是啥物人，还是讲较细汉囡仔伊就听无迄种较复杂的物件，你着爱想办法甲伊讲较简单的。啊，可能嘛字莫伤济，就是迄种短语词啊，去互因学，像讲家母啊，还是讲加工啊，是卵啊即款的较简单的，啊，就会当互因搁对你搁读一摆，安尼。啊，这是翻译的部分。啊，我拄开始做的时阵，我会先翻一个初稿。啊，尾啊，因为阮会做，算像即个，阮会做一个试教，就是阮打到台语开讲社内底，阮迄个囡仔顾讲师内底，想讲，像后个月有啥物人要出去广告，阮就会先家己先伫咱群组内底先试教，就是讲 demo 的意思。啊，即个部分就是我进前广告的时阵，我较我会照迄个故事内底意思去讲。啊，毋过即个是我经过试教了后，老师甲我分享讲，即个顶冠鸡仔顶冠即个号做鸡冠，因为我之前毋知影。啊，佫会去讨论讲，即个鸡冠要安怎佫互囡仔知影佫较济，就是要安怎去看讲，即个鸡敢会鸡无。所以即个部分若是我无经过群组内底大家讨论啊，佫有老师的指导，其实即个部分我是袂晓的。所以即个就是讲，
家己做诶时阵，甲有一个团队做诶时阵的差别，就是你会真正你有想要做，就是有诚侪人会甲你斗相共，安尼即个部分试教。好，啊，搁刷落来试教试了，因为要开始做线顶诶，所以即摆一定爱录影。啊，我是用我就是先做 PPT 嘛，啊，刷来开电脑诶迄个录影诶物件啊起来录。啊，其实录进前一定会家己先练过，因为我拄开始有录，我著无练。我开始录诶时阵，著真正会一直顿停，也是讲一直讲毋对。著练一句足简单诶，讲大家好，我是Q 毛老师，迄嘛会一直出册著对啊。啊，遮著是我录即个阿读找两个时阵录诶，敢若是100外个影片，所以我感觉练习真正介要紧，毋是讲一定爱你一摆你著要做到100分，那是无可能诶。啊，我嘛感觉讲，莫想讲，就是你感觉家己做到，较要开始做，安尼你著永远拢毋免做，就是一定爱做，啊做诶过程当中，著会愈来愈进步，嘿，这是重点。好，啊，搁刷落来就是加影片，啊，我这著无要详细搁讲啊。其实我练超过就是100外摆嘛是共款，搁诚紧张啦。就是等到你尾啊练到可能头前1-2摆。佫无遐尼恐怖，啊，讲啊尾啊已经要掠讲啊，因为你录诶，就是阮兜诶狗仔佫会伫后壁行路无，啊伫遐肥啥物诶，所以就是佫全部甲伊顶来。啊，因为我是一个介旧毛诶人，所以若是迄个无够，我感觉会当交出去诶程度，我著会一直录。嘿，啊，即个就是我感觉线顶甲实体一个差别，因为可能讲实体虽然讲有观众咧甲你互动。有囡仔咧甲你互动，毋过有时仔你讲毋对，你就无差，你搁顶讲一摆就好啊。毋过线顶诶，我著会有一个想法，我感觉讲，即马即个网络诶物件，你家己囥去，伊著可能著一世人，我到80岁迄个影片搁伫顶悬，我著会感觉我无法度接受迄个伤恐怖诶物件，我家己可能录了我也毋敢看。虽然讲即马即个我嘛毋是感觉介满意啊，毋过就是还佫会使，佫进步佫对啊。所以就是练习介要紧。啊，尾啊，即个影片翕出来了，因为阮是甲迄个前金友谊中心遐合作诶，所以可能传互因，传互因，因著会负责宣传诶部分。毋过即个部分我是感觉有较，因为因拢是写华语咧宣传较济，所以即个部分可能我感觉讲，以后若是要做，可能会当写一寡简单诶文案，就是互因，安尼因斗宣传诶效果，看觅敢会较好诶，嘿。虽然讲有一寡就是欠点诶部分，毋过我感觉安尼诚好啦。就是像讲去实体囡仔国啊，阮要宣传，就是可能爱有现场爱有助理去录影啊，是讲佫爱加影片啊，佫爱谱起哩啊，等等诶。啊，像即种线顶囡仔讲，虽然较会时间诚济，毋过迄会当互无法度来现场，可能讲阮伫打狗咧讲故，啊无法度来听囡仔国诶人，伊嘛会当伫网络顶悬看着即个消息，所以我感觉即个。就是嘛是袂歹啦，就是虽然讲较无甲观众较无互动，毋过我感觉即个宣传的效果是袂歹。啊，佫有一个美感，就是讲可能伫厝咧拄开始咧录影的时阵，你对镜头讲话较袂惯势，就感觉家己一个人敢若是痟的，敢会当安尼讲？因为进前中国肺炎咧开始严重的时阵，我著开始咧做迄个线顶教学。啊，拄开始的时阵是真正感觉家己敢就是痟，啊，拢无人要甲你应。啊，毋过用到尾啊，我感觉会当翕即个台语囡仔故事袂歹，所以我感觉讲，虽然讲即摆疫情有较好，啊，若是以后有机会，就是我感觉逐个嘛会当试看觅线顶广告即个部分。好，啊，最后我阁要来分享一个重点。我今仔拢毋是分享啥物美工，就是我个人的一寡想法啦。就是做即寡代志，毋是讲。你爱足够较开始，你一定爱先练习，啊，你一定爱感觉家己看会敢戆戆的迄款，会愈来愈好。啊，若是讲，我个人的感觉是讲，若是你看一件代志，你感觉讲伊足简单的，就是代表你啥物拢毋捌，你就是爱有认捌着家己可能佫有啥物所在做甲无好，啊，毋过毋是代表讲你对家己无自信，就是你知影家己啥物所在会当佫较好。啊，来去想办法，看要安怎解决。好，这是我的想法，多谢大家。
无听你无声，听，无听声。慧娟，你无听开麦句。多谢范婷。其实听范婷安尼讲，其实我嘛足侪感受啦，就是讲我甲范婷其实是共期的，只是伊拄开始伊是伫咧夏美老师遐开始学基础，我是金花老师这边学基础，买手阮两个遐合做伙，即马个拢请合做伙做代志。好，多谢范婷。好，后一位讲师是咱较新的讲师，即个讲师吼，伊是一个护理师，华语课伊嘛一定讲诚侪档啊啦。对今年3月份开始，伊学台文了，伊个有接受阮的培训，来讲台语课。咱即摆来听看觅，即个华语课甲台语课，敢真正敢若是语言转换遐尔简单，还是讲有啥物问题？等甲时间交互碧玲，欢迎。大家好，大家幼稚，搁大家先辈，大家安安，我是碧玲。我旧年开始伫讲华语课，今年我嘛开始伫咧讲台语课。为华语课转来台语课会遇到啥物问题？这就是我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吼。下一张。好，我先来小解我家己吼，是安怎我会来选择要去学校讲过即件代志？吼，应该是安尼，爱自头讲起，就是我旧年开始有伫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讲我的囡仔拢已经大汉啦，我应该是无需要搁用遐尼济时间伫咧因的身上。我应该来做啥物代志？对社会较有意义。想来想去，我就想讲，我来去讲过即件代志，应该是袂歹的选择。所以我就去参加咱高雄市故事妈妈协会举办的故事训练、故事妈妈训练。训练3个月了后，阮阁有去学校做实习吼，去试讲。然后我就正式加入即个协会内底。来下一张。好，我就去参加因的迄款协会，就有去学校，搁一寡妇幼中心去讲故互囡仔听。迄当时讲的拢是华语的故事，所以逐个囡仔拢叫我黑猫老师，因为我希望我是永远的乌鸟鼠啊。好，下一张。好，有一摆学校的老师就伫咧群组内底就问大家讲，请问啥物人会晓讲台语课？咱即马有想要开始伫办台语课即项代志，敢有人会使来讲？结果伊讲几落讲了后，拢无人伫咧线顶甲伊回应。我就伫咧思考即项代志，我就想讲，我自细汉开始拢有伫讲台语啊，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台语家庭，我甲我的爸母讲的是台语。我伫咧学校学的是护理，我去病院上班的时阵，我甲患者讲的嘛是台语。我嫁人了后，甲我的大家大官讲台语，去菜市仔买物件、买菜嘛是讲台语。我若平常时拢有伫讲，安尼讲台语对我来，讲台语课对我来讲，应该毋是遐尼困难的代志，我应该会使来试看卖。所以我就甲老师应一个工课。毋过我真正去试了后的时阵，因为我较早毋知影有台语绘本即件代志，我是用的是用华语的绘本，我要甲华语翻做台语的时阵，我常常就会顿呆，常常会讲袂出来，一寡华语的口气要换做台语的口气，我嘛是拢会家己听落就是感觉怪怪安尼吼。我一个人足够想东想西，我就开始搁想第二个问题，就是讲，如果大家拢伫讲华语课，讲华语课的人遮尔济人，即马遮尔欠台语课，安尼我应该爱来去学讲台语即件代志。好，下一张。好，我就一直伫网络伫找讲，倒位有伫培训伫讲台语，尾我就找着咱高雄遮第一社台有伫教台语，就甲金花老师结缘，开始来学台语。为3月学到即马是11月，拢总是9个月的时间哈。人讲七岁八爸九发家，到即马我是还袂大细啦吼。所以我搁一个车骹小所以搁对这搁台语搁真充分的情况之下，要去讲台语课吼。真正对我家己来讲嘛是真大的挑战。下骹我就是要介绍讲，我去讲台语课有拄着啥物问题。来下一张。好，
我感觉头一个问题就是我家己的问题，因为我学台语拢总甲9个月的时间，所以我认捌的语词还佫无够吼，还佫是真少。第二个就是讲，我伫讲台语的开口吼，迄种语气佫拢常常是毋对的吼。第三个就是我的练习佫无够吼，所以我就会要求家己讲，开始我伫个厝内底，是我甲去接触的任何代志，我拢要求家己爱不时拢爱讲台语。第二个就是我希望要求我家己伫个面册定定写物件出来，吼，用迄款白话字，是用汉字拢会使。第三项就是参加一寡读册会，另外就是讲参加一寡线顶一寡台语的社团，安尼伫个我的听讲读写拢有一寡较侪进步，下一张。第二个去讲台语讲的问题，就是时间上的问题。因为咱去不管是讲华语，还是讲台语讲，第一个一定是爱甲这个故事讲好完。第二个就是咱爱配合咱故事的内容，带囡仔做一寡唱歌跳舞，是做一寡工艺，安尼会使互囡仔加深因对这个故事的印象。另外就是爱做一寡解说。如果讲咱讲这个故事是40分，不管是40分、50分，还是1点钟，华语老师只要甲头前迄个3个主要的问题甲讲好了就好啊。但是咱台语老师上重要的，就是爱佫去讲，互囡仔认捌内底一寡的台语、一寡语词吼。所以我头一摆开始伫讲台语课的时阵，就会感觉足紧张的，就会感觉讲时间。迄种时间会无够用，聊了较无好势吼，下一张。好，第三个就是技巧的问题吼。咱去讲迄款台语课的时阵，就讲阮要求的册无一定讲你一定爱用台语册，你用华语册嘛会使，你要用英语册嘛是会使。但是上尾你伫个互囡仔看到的物件顶头拢卖有，拢是爱用白话字来表现吼。第二个就是讲。咱爱甲内底咱想要互囡仔认捌的台语，甲伊写出来，吼。另外就是做牌一直伫个迄款广告的内底，一直溜，互因加深因的印象。好，这是顶头3张，就是我会碰到的问题。咱搁看下一张。好，尾后我去学台语了后，我来讲台语课的时阵，学了广告，就是比我头一张的自我介绍的牌好，搁下一张。好，这张相片我要讲的就是讲，咱的开讲会真正是真认真。拄则范婷嘛有讲到吼，阮开讲时要去广告进前，拢爱做一个试讲的迄款代志吼，就是讲。咱下个月要去广告，这个月咱就爱伫个线顶，甲老师搁咱的同学斗阵讨论讲，我即摆广告的内容是啥物，做的投影片顶头有啥物问题，搁讲的口气倒位爱修改的部分吼，拢伫个遮，大家拢会当斗阵来讨论。大家会使看到讲，我顶头即张投影片顶头是写的是。华语，因为这是我头一摆试讲，我毋知影讲，伫个顶头袂使囥迄款华语，所以我头一摆就是囥伫个顶头。大家互我建议了后，我转去就修改，就变是白话字伫个顶头。好，下一张。好，这就是阮做的牌吼，就是甲今仔日，譬如讲，我即摆讲的，要介绍因认捌5种水果，我就会甲。这较重要的技术，甲做牌出来，吼。另外就是讲，因为阮就是尽量，阮是用投影片的方式来表现。有一个好处就是讲，会使伫个顶头做一寡动画、一寡漫画，安尼囡仔看落会较趣味。像我即摆做的即只刺毛虫，就互伊伫个顶头伫遐飞来飞去，囡仔就一直找讲，刺毛虫哪会无去连要为顶头飞落来，连要搁为下骹扫出来，因会感觉诚趣味安尼吼。好，下骹一张。好，下骹即张咱就会使看到讲，下骹有5块牌就是我即摆广告内底要互因学着较重要的名词，就伫个广告的过程当中，就会一直溜，因就真紧就会当记起来。好，下一张。
好，啊，另外做迄大张牌仔以外呢，我嘛会带因做一寡游戏，像我会搁较做一寡较细张的牌仔，啊，互因，譬如讲，我就会教因讲，啊，咱即马甲你的迄款砖头仔创出来，啊，甲伊学做一只刺毛虫，遮你扫来扫去，安尼下一张，下一张。吼，啊，因着规个涂骹下骹，啊，因的砖头仔会冲出来，啊，着当做一只若刺毛虫安尼，啊，我就会讲，哦，即马是拜一，啊，刺毛虫想要去食苹果，啊，因就会甲因的砖头仔扫去头前遐，啊，去甲苹果的牌仔找出来，啊，搁摕去互老师，啊，老师就会赏伊一张大纸，因就足欢喜的。啊，头一排，囡仔兄甲囡仔姐了后，啊，就会换下一排的囡仔兄甲囡仔姐。好，下一张。好，啊，这就是阮上尾翕相的部分。剩拄则吼，我拄则为华语课来讲台语课的时阵，像我头一句我就讲毋对，因为我头一句就讲，逐个小朋友到早，啊，阮的老师就是讲，哦，安尼应该开口毋是安尼讲，爱讲逐个囡仔兄、囡仔姐到早，吼，啊，这就是阮逐摆要去广告进前，啊，先试讲一摆。吼，安尼一直调整，一直调整，我是感觉是真好诶代志吼。啊，我是感觉讲上尾我要讲诶，就是讲台语，讲古实在是真简单诶一代志，尤其是讲华语，因为华语就是咱浸伫诶内底已经有几啊十年诶时间吼，啊，所以要来讲华语古是较简单诶。啊，若要讲台语，尤其是要为华语古转来台语古，啊，我学诶时间阁无真济，啊，所以过程当中真正是有一寡困难，但是就是讲，我要求家己都爱一直去留，一直去留，啊，一直去听吼，啊，听讲读写吼，一直爱要求家己爱进步安尼。啊，别人若去广告，啊，咱嘛会使去边仔听，安尼拢会使学习别人广告的经验。啊，我以上是我分享的内容，啊，多谢大家。好，多谢碧玲。若是讲大家有想到啥物问题，等下咱交流的时间会当提问吼。最后，咱要邀请同新加入的社员来分享因加入阮大高台语开讲社，啊加入阮囡仔过了后有啥物感受？第一个，咱先邀请婉如，婉如，你的麦克还未开？好，安尼敢有听着？有，安尼有听着。安尼有看着我吼？有，好，安尼声音敢会使？会使。好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我叫安婉如，我住伫台湾的打狗。啊，今日的主持人派遣是我高中的学姐，我真感谢伊，就是因为伊，我伫今年3月份开始学台语，啊，我今年3月有上金花老师的基础班，啊，搁过来嘛有上黑米老师的写作班。真正足感恩伫这学台语的过程，有真侪老师甲阮教足侪物件。啊，我的工课是伫幼稚园咧教囡仔。啊，原底还未学台语的时阵，我着当然拢是用华语咧甲因教物件。但是今年3月份开始学台语了后，我即马伫幼稚园，我着开始用台语咧甲因讲囡仔古。啊，伫讲囡仔古即个过程，我学着足侪，学习着足侪袂晓讲的语词，我拢会去查。啊，我伫讲囡仔古即个方面，我会用较生活。比如讲，我最近有讲着一本，伊的华语叫小黑鸟，啊，咱袂使安尼直翻，袂使讲啊小乌鸟，我就会甲因讲，恁敢是有看过？生活中的物件有大诶有细诶。啊，伊就是细只诶乌色诶鸟仔，啊，我嘛会用一寡字卡，互因知影讲，有啥物色，乌色啊、蓝色、青色、红色这，啊，我会做字卡，互因捌白话字，啊，搁有用游戏诶方式，哦，比如讲，咱来走甲乌色诶只，哦，还是走甲蓝色诶只，啊，其实。我嘛是最近开始会甲因教一寡白话字，互因熟悉。啊，伫讲的即个过程有啥物美感诶？就是
我袂讲讲故事，袂讲一直讲一直讲，我会比如讲华语是夜里，吼，我会甲因讲，暗时阵恁敢是拢会困，啊，你咧困的时阵，你会甲啥物物件关开，哦，像教室有电火，我就甲因讲，恁是毋是会甲电火关开？搁平常时我咪甲因讲，你即马坐的是啥物椅仔，我就叫因讲椅仔。所以其实阮班即马小朋友囡仔遐因拢知影讲，看到我的时阵会当讲足侪台语。啊，我希望就是我会当继续台语即条路会当继续行。我甲我家己讲，希望我继续讲囡仔古，继续学台语，毋管我到几岁。啊，搁有生活当中，其实台语真正会当讲足侪代志。伫生活中就一定爱有机会爱讲，袂使讲，甲像互人看轻讲，咱讲台语就是无水准安尼。我即摆就甲我家己讲，我出去外口买物件啥，我拢要用台语去讲。啊，伫讲囡仔古即个过程，我嘛学着足侪物件，安怎做 PPT， 甲华语课条，改做白话字。啊，阮是一阵住伫打狗，足关心母语的幼稚，阮有一群拢咧学台语。爱情老师嘛阮拢有逐礼拜拢有读册会，所以我真希望咱的台语会当继续传承落，会当继续行落，就是安尼。多谢大家，感谢。好，多谢婉如。好，啊，第二位咱邀请李萍，李萍你好，真好，你的麦克无开哦，有即马开啊，好，多谢。大家好，太前你好，我叫李萍，我是屏东人，我即马搬来伫打狗咧住。之前我是伫一间化学公司咧上班，嘛捌互公司派去大陆住几落冬。我做的工课拢较技术性的，搁是做一寡品质管制的工课，所以我的个性就有哪较死定定、较严肃，是迄种规规矩矩较袂晓变巧的啦。所以若讲到囡仔古即个工课，对我来讲是一项足大的挑战。后来我工课做要30天了，我就提早办退休，去金华老师遐学台语。学台语学了，伊就叫阮，伊拢鼓励阮去考认证。我有若足顺利，就考过清大的白话字的。后来搁去参加志愿教师的培训，所以即学期开始，就伫国校咧教台语。自安尼就知影派前因拢有咧做种囡仔古的工课。我捌去因的古山国小甲文化中心看囡仔古的活动。刚开始看到迄阵囡仔我拢毋知影要安怎，因为我是一个较袂晓甲细汉囡仔互动的人，所以看到因安尼，我拢戆戆毋知影要安怎，要甲因斗相共啥物代志，还是要甲因讲啥物话。所以我看因安尼，毋过我看因的讲书拢像饭店面这，拢做认真咧讲故事，搁做影片，还是做一寡字幕，互遐囡仔咧捌遐个字。像顶礼拜，伊做乌面拉杯，伊搁做足侪迄种面搭，互遐囡仔甲大人咧挂伫咧头壳顶，所以看得出因真用心咧做遮个台语的囡仔古的工课了，因拢准备甲足丰富的，搁足用心咧讲的，互遐囡仔听甲拢足欢喜的，嘛算啊足欢喜。家长的含家长的互动嘛足好，所以看因安尼，互家长以后会搁带囡仔来听囡仔古。我想这嘛是甲台语定根上好的一种方式。我嘛希望我以后会当甲囡仔古讲了较好的，会当甲我的学生听，因为要用台语讲古，这嘛是真简单的代志。除了语序以外，搁声调甲解说，拢爱甲囡仔讲互清楚。我嘛希望我的学生以后大家拢做爱听台语，嘛会晓讲台语。嘛希望大家拢会当伫厝甲家己的囡仔讲台语，像咱细汉，咱的爸爸妈妈也是阿公阿嬷讲台语互咱听共款。以上是我参加囡仔古的感想，多谢大家。好，真多谢李萍吼。最后我想要甲大家分享，阮囡仔古伫个11月20，甲文化中心合作的亲子讲座
的相片。范田，麻烦我的 PPT。好，这是阮迄天。好，这是阮迄天伫咧文化中心的儿童馆遐，为着即个讲座，反正是迄天的讲师，伊做的，阮的大高台语开讲社的牌仔，好后一张。阮的讲师一个助理10个啊，嘿，助理10个，我感觉诚感动，阮逐个顶悬挂的，就是迄天要做好，要教囡仔做的乌面lap杯的面搭，好后一张。反正广告的时阵，伊个拢会落去下底教囡仔做互动，甲囡仔搭纸，后一张。伫咧游戏的过程，也是讲咧做手作的过程，阮的助理拢去教囡仔要安怎做，也是讲囡仔毋知伊要排倒位啊，助理全部拢会去你斗相共，好后一张。嘿，这嘛是共款，包括阮即场，阁有一个70几岁的阿嬷，伊伫咧顶一届我去看场所的时阵，伊个甲我熟识，伊甲我留来，伊讲恁办活动一定爱甲我通知，所以伊家己一个人对台南坐火车过来遮听阮的囡仔讲，好后一张。迄天参加的差不多30通的，好后一张。这敢是最后一张啊！好，我感觉其实我感觉迄天，我相信迄天活动吼，毋若家长甲囡仔拢真欢喜啊！阮讲师甲阮的助理，除了欢喜，我感觉阁有感动。阮大到台语开讲社的囡仔个会定期做讲师培训的课程，阁有交流，而且我有白纸的讲师拢有出儿童的画本。虽然阮的社团无大，毋过阮内底讲师拢真厉害。对开始讲到遮，我毋知恁逐个感觉我敢有介意广告？坦白讲，我感觉我本身毋是一个爱广告的人，毋过我会晓广告。这是每一个人的兴趣甲专长拢无共款啦。我介意的是推广台语，是要教大家，我是较介意教大家做伙推广台语即个感觉。毋过坦白讲，推广台语毋是遐尔啊简单啦，计小甲计值，我毋知对大家来讲，倒一个较重要。伫阮大高台语开讲社内底，我有看到袂少老师吼，拢为着推广台语歹势付出家己的时间甲精神，我是互因感动，我较会做即件代志。爱情加油！另外一个，咱甲派情拍破者啦，鼓励者。歹势。其实我有看着一句话啦，伊讲吼，若是要消灭一个国家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消灭因的语言。我无希望我的国家去互消灭，所以我要推广。我感觉我有推广台语的责任。假使讲你无住伫高雄，请你一定爱坚持推广台语。假使讲你有住伫高雄，我欢迎你加入阮大高台语开讲社的社团，咱做伙来保留咱的语言甲咱的文化。阮是大高台语开讲社，多谢大家。我甲时间交转去互梁光兄，多谢。梁光兄，你的麦克无开。咱大家来甲主持人拍扑克一下。多谢。实在是看到恁大高开讲社即边即个活动吼，互我真感动啦吼。毋知我想咱在座一定嘛是有和我共款的心情，毋知为虾米人要来发表恁的意见无？还是讲感受吼？后来无主持人，请你来讲好无？
我是高雄人吼，来美国44年，听讲高雄即马有即个打狗开讲社吼，心内非常的感动吼。所以我若有转去台湾，我一定会去恁会开讲迄个台语的开讲社吼，甲恁拜访一下向恁学习，真多谢。好，多谢。主要是阮即摆伊谢住欢迎。 Orange County 啦，哈。有单手机也手哦。我来手机这。各位来宾，中光兄，阁有真侪迄个，因为我无看到后壁有啥物人参加，我头拄仔足认真咧看因迄个分享的迄个画面，足感动的，而且是遮侪人咧拍拼，我感觉爱阁甲因学习的真侪。我讲我伫南投招安尼诚侪个，但是阮都无即个恁遮尔有即个。有所在，我讲要一回文化局讲无空间所以可能我会甲恁即个情形，我嘛会使搁学习啦。无我感觉就是像头拄仔迄个派情讲的，一个人要推广是会力量足宝的。我看因遮侪人你看每一个安尼受训过，所以足感动的。甲恁讲爱拍破其他的问题可能等下我再搁提再搁讲，我先讲感受，多谢多谢。搁有啥物人有要甲打狗开讲社的朋友来沟通？我是感觉讲吼，这我会过晓举手。来，好来，美我过玲。晓举手。我伫高雄住13年吼，恁伫迄落第一社区大学吼开始的时阵吼，我有去参加几落摆吼。我今日听到恁即个遮认真的即个过程吼，我心肝真艰苦。我请问恁讲吼，恁这资源上吼，恁安怎集恁的资源？安怎摕到资源？你无听我讲着？有，我来讲好啦。派谁来回答好无？金花老师麻烦多谢。资源其实若讲所在资源是第一社区大学，伊拢无条件就互阮使用教室，无甲阮收费用安尼。因为阮遐成立的是第一社区大学的课程出来的社团安尼啦吼。若讲钱的资源，就是之前我有讲嘛，咱第一届开始伫讲囡仔顾的时，拢补贴一撮仔钱互讲师车马费。迄阵是台湾罗马字协会，迄阵蒋玉文教授做理事长，伊有安尼有一寡经费互阮用，半冬了后就无啊，了后就是有诶讲师就是拢义工啦。若假使讲，譬如讲，阮有开课程，有一寡有剩诶，阮就欠起来，付互讲师安尼。后来呢，就是有蒋玉文老师拢固定捐款来支持台语囡仔顾安尼，所以目前是即个情形啦。当然后盖若是愈来逐个愈有机会吼，都有公务机关会甲咱邀请，迄阵就是迄个资源就是咱国家诶资源安尼。目前就是抑阁是一撮仔公家资源尔，大部分抑阁是讲师少领一撮仔钱尔吼，迄就是蒋玉文老师伊有捐钱安尼。以上。我敢会当请教恁哈，即马敢是恁咧申请迄个协会敢申请出来啊？目前搁咧进行，未申请，未进行中啦。进行中。因为阮有要甲写做台语的啦，所以这还搁咧写个。将定要写做台语的安尼。即马台湾的情形就是讲，若是有财团法人会当正式开银行的口座，会当接受捐款，安尼就对啦哈。恁即马无独立的
恁即摆无独立的会计嘛吼？无会还未请出来，进前就是社团捐款嘛，无法度，无收据。所以你即摆啦，附和老师的钱是经过台湾罗马字协会嘛吼？无，毋是，即马是阮家己拢私人捐款，捐互大到台语开讲社，开讲社就是家己嘛免去知影，这是无迄落收据的嘛，就是捐款安尼，所以需要成立协会，就是社会各界若要捐款，咱爱有一个协会，来支持这囡仔股，支持罗马字，支持白话字安尼，所以即马拢迄落当伫发落啦，当伫进行中安尼。我是有迄个欧大华的潘美智抓手，美智你爱开你的麦克风。Okay, is it okay? Yeah, 会使袂？会使。 Okay. 在我是讲恁敢有啥物计划吼，要推广去别个城市啦？我讲恁做了真好嘛吼，恁的经验会使推广去别个城市无？有即个计划无？搁讲吼，拄拄上尾即个志刚，我袂记伊的名吼。伊咧讲，伊坚持讲厝内爱讲台语吼，我想这是真基本的，甲台语生活化吼，会当推广的一个方法。你特别若有出去甲朋友咯啥吼，嘛是就是讲坚持讲，咱即摆去斗阵拢来讲台语，伫厝的安尼，这都慢慢会当救台语啦。这真侪国家，从殖民过的国家会。要搁捡转来因家己的话吼，这嘛是因的做法，就是讲家己的朋友啦，迄个你的家己的朋友的内底啦，吼家庭啦，拢总就是讲斗阵都是爱讲台语安尼，有迄个坚持啦。所以我就是即两个问题啦，多谢。这咱请夏美来回答好无？下面的麦克无开哦。歹势，有歹势问题，敢会使去讲一摆，因为我拄则听了无介清楚。OK，歹势，两部分啦，一部分就是推广啦，有要推广去别个城市无？吼。哦，对，第二个就是台语互伊生活化，就是去鼓励大家吼，爱较有自信的，吼，爱尽量斗阵就拢讲台语安尼啦，两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方法呢？你是讲？呀，生活化啦，甲台语较生活化，嘿。好，第一项较简单啦，就是讲较白，就是资源的问题。因为其实阮家己伫大学咧做的，无真简单，有法度继续安尼做，所以拄则听金花老师咧讲，其实就是，可能有机会就是加减有人赞助、私人捐款，还是讲可能有请着一寡计划，还是讲有拄好有人有趣味，还是讲一寡图书馆，伊可能有经费等等的，就是加减可能。一期一摆两摆，也是讲满档，可能加减有即款的计划，就是拢无偌济啦。毋过咱犹原就是逐个月拢会去进行，所以就是长期来讲，大部分也是咱家己小经硬做的啦，资源无够啦，所以讲要搁去拓到其他的所在。当然，我嘛真希望讲会使做到安尼，即马就是有一个方式较利便，就是上网啦，透过网络像拄则有用迄个线顶的囡仔个故事，就无限制迄个空间嘛，无限制时间，你若是拄好无拄好，无时间参加，你会使家己你家己有用的时间家己去看吼。所以其实像阮即马嘛，真侪活动拢开讲社的活动，拢转做线顶，所以阮即马。有线顶的开讲会，线顶的迄个讲座，线顶的读册会，阮即马全部拢转做线顶，所以你嘛无限制你迄个啥物所在，你拢会使来参加。这是头一项。第二项就是
即件代志要讲，会使讲足久。其实，你会使来看卖，就是参加看卖咱开讲社的活动，你可能会较有法度了解咱的想法，还是讲咱要做迄个方式是啥款。基本上会爱这物件爱分无共的层次，就是爱去设计讲你比如讲即款活动，还是讲你的活动即个目标，像拄则迄个Q 毛老师伊咧讲伊安怎去讲迄个故事的时阵，嘛爱想讲，你要讲即个故事是啥物人要听，迄个对象伊迄个对象伊可能安怎想，伊的感受是啥款，所以其实阮咧设计无共款活动，其实拢有针对某一个族群，伊可能会啥物款的想法，比如讲像阮即马逐个月有办即个山顶的开讲会，开讲的部分，就你无学过台文嘛无要紧，就是大家会使轻松来讲。而且阮开讲的设计，就是一个人敢若讲10分钟，交流的时间10分钟，所以对要讲的人伊无压力。你若要叫伊来分享1点钟，伊可能压力足大。所以我嘛无限制讲你一定爱迄个来分享迄个，你要做豆仔片啥，毋免你着，或者你会当做开讲。其实你若当做开讲10分钟，一下都讲了。所以对想要练习讲，还是讲有想要来听看人来讲啥，就是会变做一个较轻松的方式。所以拄则有讲到一个重点，其实就是对一般的人来讲，就是生活化啦。毋过其实我家己是家转化做一个讲法，叫做正常化。意思就是讲，其实咱爱各种层次、各种领域，就是无共的所在、无共的专长、无共的时间。无共款的组合，你就是爱去使用，甲即件代志变做正常，就是莫去强调即件代志啥要特别去做。当然，咱知影要安尼去做啦，总是咱爱甲变做即件代志就是正常。所以像阮就是去尽量无共款的所在，比如讲像我之前办即个台湾博览会时阵，就邀请足侪无共领域的人，有政治的，有艺术的，有音乐的，有迄个就足侪种啊，卖物件嘛有吼，像我有摆档摆市啊，所以就是变做你爱甲所有的物件拢用，就是你爱做即件代志的时阵，就是拢爱使用台语，甚至写文字的时阵嘛爱使用台文，安尼就变做所有代志，你就袂感觉敢若是挑鼓你要去做即件代志。所以我当阵台湾博览会咧设计时，若是讲像阮即马开讲社活动一寡设计时阵，阮其实袂去特别强调讲阮是咧要求你做台语，还是讲你一定爱写台文还是啥？无，阮就是来做的对，我袂去特别强调啦。这就是正常化，是讲生活化的一个方式。阮即马目前做就是尽量去营造遮的一个看是，因为即马山顶就无一定是。一个空间，或者就是迄个时间，咱就来做伙去，比如讲听人讲，还是讲你会使来交流，还是讲大家做伙讨论。像咱的即个囡仔股的组织，其实嘛足久，就是开讲社会拄开始，就是有即个囡仔股的团队一直咧行。就内底其实有经过像拄则看到有上课，有培训，嘛社团内底嘛有交流，出去讲，阁有就是。有助理器，助理器嘛是会学习，这拢会豆豆训练，豆豆变做一个就是正常的代志，我自然的代志。其实像阮，因为我之前嘛是长时间有参与即个囡仔股的即个团队，其实我当阵参与上大的感想就是干那一个，就是你去讲囡仔股，当然咱知影重点是要讲互囡仔听，问题是。咱知影要讲互囡仔听的时间诚有限，咱可能去讲一摆囡仔股一礼拜，若逐礼拜拢有来讲，一礼拜干那1点钟的时间，过来伊注心的时间，你知影细汉囡仔伊无可能就是1点钟拢做注心听你讲，所以迄影响的效果嘛诚有限，所以基本上阮是一半讲互囡仔听，其实一半以上是讲互家长听，阮其实伫现场拢会一直教去家长伴烂。还是讲家己讲一寡台语相关的知识，还是讲伊是安怎需要伫厝里讲台语即件代志。所以阮其实一半以上的重点是，借迄个讲囡仔股的迄个
空间，也是讲迄个时间。因为基本上会听囡仔讲拢是大人带来，就是可能伊的父母，也是讲伊的迄个阿公阿嬷带来，所以咱特别爱家强调讲的即件代志，因为其实因做的效果是比阮做是搁好几若倍、可能几十倍、几百倍安尼，所以阮基本上重点就是希望讲伊会使实践，就是伫伊的生活内底去做即件代志，安尼其实才有效果。阮遮差不多活动就是有做侪种形式啦，大概咧做遮的工课，互伊营造一个自然的环境来，互大家去参与，有时间来做伙做即件代志。即件代志是安怎我会想要安尼做，就是因为我拄开始台语了后，我就发现讲有一个问题足大，就是我无一个全台语，也是全台文的迄个空间，也是迄个时间，会使互我练习。所以我感觉即件代志就足要紧。我望讲开讲社的活动，其实办落来就是无特别去强调讲你一定爱安怎，是强调你一定爱台语拢袂使讲毋对，是讲我一定全部拢爱。一句迄个其他的语言拢袂使参，其实阮无安尼，阮其实是足开放，互人一个足自然、足轻松，愿意来参与的迄个场合安尼。多谢。下面我问一个问题哈，拄则你有讲到即个资源真欠啦哈，假使若是讲海外遮个乡亲吼，就当转去到台湾甲恁帮忙吼。若讲安尼要财务上要甲恁寄付一个吼，会当用啥物款的方法吼？我知你家己足甘心吼，你摕着迄个10万块的奖金，你讲要完全捐出来，互即个打到开讲社吼。是毋是讲阁有其他啥物款的方法？互阮会当海外遮乡亲有会当有机会来参与伫恁的事工安尼？即件代志嘛是阮真正有思考诚久啦，所以其实这嘛是其实这是阮主要要成立迄个协会的迄个引端啦。因为其实成立协会了后，阮就会使去申请即个法人，再来就是申请，就是伫台湾会使申请一个算做款务的迄个算做一个号码啦，迄就变做你会使公开募款，伊就会使透过一个正式的管道。当然毋是干那即个管道尔啦，因为其实你讲透过私人的捐款，其实嘛是会使。问题就是可能有的人较要伊讲，伊需要会使迄个抵税，也是讲伊爱有正式的迄个发票是啥，我毋知。嘛有人反映讲，伊若会使抵税，伊就愿意可能钱额较济，也是讲愿意较定期来捐款，伊可能伊对伊安尼来讲较好处理啦。所以若是安尼，所以阮即马就是咧申请即个正式协会，煞来申请法人，佮申请拄则讲的迄个款务的迄个字号，就会使来做一件代志。当然，其实即马我嘛是拢有接受私人的捐款，其实即马的捐款的形式足多元啦，像即马足侪人拢是足兴迄种算做个人捐款，就是比如讲，我做即件代志，无的确是公益的，就是可能我比如讲我咧做一个 game 做好耍。我嘛无卖钱，就是我就是讲，我做了诚好，大家就来甲伊赞助安尼。即个网络顶悬，即摆已经有足侪即种的服务嘛。我毋知大家知影，像迄个外国较像的就叫做迄个 Patreon 但可能我毋知大家有听过无？就是有即款的服务其实诚侪啦，所以其实真正若要捐款，看要透过啥物方式拢会使因为目前其实是小是我咧管的，所以就是直接回来互我就对。当然阮遮是。逐当阮拢会公布迄个财，咱社团内底迄个财务资金怎使用，咱会员大会拢有公布，互大家了解安尼。我想来借即个机会请教大家啦吼，比如讲，像即马有诶伫北美诶人吼，伊即马伊诶钱已经捐出去啊嘛吼，已经捐出去一个 trust， 即马要搁捐出去诶时阵，爱经过讲美国诶遮诶 NGO 啦，较会当去捐去外国。我即马是毋知影讲，像讲 Houston Houston 我甲他 JR 咧讲伊讲 Houston 有一个迄个台湾语文中心，嘛是啥物款？毋知讲恁即个中心
敢会当讲接受指定捐款安尼？是讲我即摆若已经有一个感觉诚好诶计划，哈，要赞助，哈，我要透过即个 Houston 诶即个台湾语文中心，安尼来捐出去，敢即个手续敢有接受即种诶捐款？哦，姐啊，你敢有伫遐？你敢会当？还是讲咱来做，毋知讲有即个？好，啊无姐啊，请你来。邀伫遮，这啊邀伫遮会使请伊回答吼。啊，我即马佫看到华盛顿 DC 有一位牛丁嘛举手吼，啊，所以这啊回答了，互牛丁讲。啊了后，我想咱已经台湾超过12点，啊，咱会使先结束，啊，要留的佫留吼。因为我知影遮个少年妈妈有阵可能迄个，啊，即马请 JR，你敢会使先回答？好，啊，即个台湾学校 Houston 台湾学校，基本上伊是 under 即个 THSH， 哦啊，一个叫做台湾人 Houston Taiwanese Heritage Society of Houston， 啊，伊是一个 non-profit organization， 伊是迄个 503C 的 organization， 伊是 total 的迄个 non-profit organization。所以你若是要接受呢，因有一个理事会，哦啊，甲经过古早因是有怎捐款去互即个迄个陈文成基金会，伊有安尼做过。但是若讲要经过即个中心吼，即个 THSH 啊，变做讲 in kind 的迄个 donation， 即种可能就爱互 THSH 迄个 board 吼去互伊同意啊。因为伊个算做因个嘛是里底拢有一个，伊个嘛是 non-profit organization， 伊拢本身爱有公告因个一个因个即个孝单就对啦，孝行。所以若要 in kind 的 donation， 我想是会使，但是爱经过迄个board同意啦。哦，简单安尼解说。所以咱若系我会当甲 pass 即个request to 迄个 board。梁光遐，咱会当较过来讲看卖啊咧，多谢，到遮嘿。好，多谢。是个牛丁，牛丁你 OK。大家好，请问敢有听到我的声？大家好，我是牛丁，我即马伫华府台湾学校咧教囡仔台语。我即马教的是4、5岁班，所以我其实逐礼拜下晡咧上课的时阵，我都有一段时间会教囡仔讲古，就读囡仔册互因听的呢。所以今仔日的演讲对我的帮助就大，有学着一寡讲古的方法甲技术安尼所以真多谢有即个安排，互咱有时间会当甲台湾的人交流吼。即摆有一个问题是讲吼，我逐礼拜上课拢会想办法拣一本册，甲囡仔讲。毋过安尼规年总共28节课，有时阵就会想讲。上课进前就伤脑筋，就讲今仔日是要讲倒一本册，我无就足歹。我有足侪中文的册，毋过毋是逐本拢足适合甲囡仔讲，因为有一寡有动物的啊，迄动物的名换做台语就会足歹找个找无，囡仔嘛拢听无，就无办法甲因有互动想要请问讲，恁敢有一个名单，还是啥物通好参考？讲啥物款的故事，啥物款的囡仔册有倒一本囡仔册，还是都有一个 list， 讲遮个囡仔册，若是甲囡仔讲。会较适合甲囡仔互动，较适合教因一寡基本的色彩啊、色水啊，还是生活中的物件安尼。多谢。什么人？这我来讲。
这下面遐吼，咱迄落有一个打到台语开讲社的迄个 FV 啦吼，基本上去遐会当看到。啊，其实阮拄则有报告嘛，已经有真济本阮遮校园啊，甲我家己出的，佮其他幼稚出的台语故事吼。嘿，遮若要家己做一个册目，咱会使伫迄个打到台语开讲社 FV， 嘿，来伫遐呈现安尼吼，啊，请你去遐看。多谢。我最补充一近吼下，，我甲迄个品质也是迄个陈宏辉老师吼，阮有咧讲吼，其实教育会买足侪中文的册送互遮大的迄个中文学校，啊，阮嘛希望讲伫每一间学校吼，咱会当有一个台语文的册柜啊，册架啦。啊，所以我希望讲吼，教育会嘛会当买一寡台语文的囡仔册啦，啊是迄落啊送来芭比酒啊，放伫一个就是台语文的册柜，啊，互老师会当用，互学生嘛会当去借。啊，这阮要甲迄个教育会建议啊，吼，啊，希望每一个都市拢会当有，安尼咱的台语册嘛，加足有市场啦，嘿。安尼足好诶，我嘛足期待会当安尼发用。哦，台语会当用迄个白话字安尼，互外国人啊是要学诶人拢足简单学安尼。哦，台语爱出头天。这个建议啦，我希望讲遮搭像讲，我知影桂林嘛伫遮，啊是和分嘛伫遮，所以咱拢会使提出建议。啊，像台湾即马像迄个什物小王子啦，迄个什物格林动画啦，啥物货拢已经有出真好诶册，咱是还是应该爱每一个台语学校拢爱有啦。嘿 OK， 咱即马吼，迄个中江遐，金花老师你讲。我下面我补充一下拄则迄个问题吼，其实迄个问题有淡薄仔复杂啦，就是其实拄则迄个即位朋友吼，伊咧问的其实是要解决迄个绘本的问题。绘本的问题分做侪层次啦，就是讲你若要讲台语的囡仔故，第一项就是伊本身即个故事吼，你要讲的时阵，一定是会呈现即个语言的特色。啊，因为你无共语言的故事写起来，伊本身伊的内底文化咧讲的物件，其实是无共，所以文化内底无共的时阵，你嘛会拄着即种语速真好转换的问题啦。所以其实阮社团内底咧培训的过程，其实拢咧解决这个问题。因为阮家己虽讲阮一寡老师有出绘本，总是迄个数量阁无够。哦，像阮查某加起来出，可能有诶是家己出版，有诶是可能去投稿啊，人着有可能有着顶啊其他诶单位出版嘛，加起来嘛差不多10本嘛。毋过要是无够嘛，你像你伊一档要讲可能要30本，迄数量就绝对无够。啊，所以其实阮嘛是有摕足济，其实其他语言诶绘本嘛，故事嘛真好。啊，要安怎有诶是安怎是会使转换做用台语来讲。当然，若是一寡就是观念诶。啊，迄个观念可能台语本身嘛有诶，也是讲会使有法度讲诶，迄着较简单，你着可能一寡字词可能转换做台语着会使讲。啊，若拄着一寡可能较复杂诶，牵涉着一寡字词，比如讲可能你伫迄个海外讲美国遐有出现诶鱼仔类，甲台湾有出现诶鱼仔类，可能着拢无共。啊，这个遮个事就无可能有法度用台语来讲，因为本来着台语遮个人就无看着遮个物件。当然，台语内底无即个字词，当然，迄毋是袂使讲啊。迄讲诶时阵，就变做你甲伊经过一个过程，比如讲你爱借数，啊借数，你甲伊去处理借数迄个过程，迄着较技术性，我着无去讲，迄着是爱去经过一个过程对。啊，总是迄讲出来物件吼，是无得较符合迄个台语诶气氛，还是讲迄个台语诶族群，迄内底文化讲着物件。所以其实阮咧讲故事诶时阵，阮大部分你有看到，阮初期遐一寡老师其实拢是家己写故事，因为你无用台语即个语言去出发写出来故事，原则上迄拢会使讲，就是无下台语味啦，无下迄个台湾味啦。讲较白就是安尼，所以我感觉迄个技术性问题就是爱
爱处理，就是上好是爱家己搁转换过，毋是讲袂使摕其他语言的故事来用，毋过迄个一定爱经过转换，就是你一定爱读迄个故事读了消化了，你才搁另外编一个故事出来，毋是绝对100%直接安尼搬过来讲，迄是绝对无效用的啦。这是一个较简单的建议的方式。多谢。